你们很晚呢，你们有没有打给爸爸妈妈？哎，对，好啦，那你们就自己咯。好了，快点。那带来这首王力宏的新歌。开玩笑的啦。公务员。好啦，母语了，你给我上来唱，我也不会带的母语。奇幻公务员哦。少华唱的公务员。奇幻未来县长。还有奇幻刘德华。奇幻 GOD。快点。奇幻风笛手。好了，认真了，就只有那首歌了啦，好不好？这首歌你知道，曾经有人想要帮我们录音，但是太难录了，因为他可能在录的本身就会想要笑，不好意思，我先笑，可能录2年还没有录完。SNG。对啊，一个录音带大概有2箱吧，有点浪费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请举手一下。第一次，哇，很后悔哦。走不出去啊！走不去，我想走对啊，你要问一下我们的门神。没有了。好了，带来这一首你网络上不晓得找不找得到，我们自己没有找过。这首歌有5个字，它本来只是一个开玩笑的，我们自己乱玩的一首歌。那有一次不小心在铁瓜村老外的地盘，我们不小心唱了1次，就从此之后，他们的音乐总监很爱这首歌。每次我们去那边表演，他就在开始网络找新的动物这样。杰伦哥，好了，带来这首《奇观动物园》，谢谢。等一下，不好意思，来，等一下谁要先唱？好，就从你这里了，团长，好吧？OK， 可以吗？好，我们再次104，唱首加真酒。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走进了一个动物园，里面住着2杯差不多奇怪的动物在里面。你们明明会唱都不跟着，来一起。我走着，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动物，那是。你好，OK。晚上睡觉很吵，蚊子在飞啊，只好起来跟蚊子聊天。蚊子，你为什么一直到底是都在做什么工作？蚊子就跟我说那个我是 F1 赛车手。老鹰啊，有一只老鹰啊，它站在一个悬崖旁边这样子，一直站了很久这样子，旁边的小鸟就一直飞啊，就经过它。老鹰，咱们一起飞吧，干嘛不飞啊？好，那个老鹰，它本来闭上眼睛嘛，它突然睁开眼睛，你不能先笑。不要吵我，我有惧高症。还有自己讲自己笑的。
鱼，它就一直在水面上一直跳。然后那个钓鱼的就你也让我勾一下嘛，你一直跳，到底是这样？他就骂那个钓鱼的，不要吵。说那你干嘛一直这样上下又一直上下？你在干嘛呢？他就说我想淹死我自己。今年是虎年嘛，然后就老虎，为什么你的形状很奇怪？这样，然后他就说，你有老毛病了。我是老虎钳啦。哦，我刚刚才幻想的。完蛋！压轴没？走着走着，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种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动物，那是有一只蛇啊，毒蛇，他就问他朋友，有一条，我们的毒很毒吗？他朋友就说，废话，我们的毒可以毒死人。哇，那怎么办？我不小心咬到我的舌头。完蛋！最后的希望把它刘德华。走着走着，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生物，那是无尾熊啊，无尾熊，听说你是原住民哦。哎呦，那个无尾熊，对啊，我是排湾族，为什么？无尾熊，因为无尾熊。无尾，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台湾族常常讲话会讲无尾这样。无尾。哎呀，我们忘记我们在台北了啊！哎，一路又是你了。走着走着，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动物，那是。刚刚咬到舌头，那是毒蛇，后来他没事了，他没事了，他就很开心，他出院了嘛，就是没事这样，打了自己的血清这样，拿自己的血，这些血清，然后他就出院了，然后出院之后，他就去找他刚刚的朋友，你看我没事了，你看，他朋友就很好奇啊，可是，那为什么你的头是三角形啊？刚刚吃多利多斯砍到，亚军，哇塞，这么冷你们都会笑，我觉得我的语不错。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动物，那是。然后那个刚才吃那个多利多汁那个蛇，他又有他有第三部戏，他一直走一走的，他吞下去了啦，那个多利多汁，然后就遇到那个蜥蜴这样子，然后就遇到蜥蜴，蜥蜴就问他说：“蛇啊，你最怕什么？”这样子，然后蛇就说：“我最怕蚊子。”然后蜥蜴就说：“为什么？我干嘛怕蚊子？蚊子那么小。”因为有被蚊子叮，我没有办法抓痒的。好，哎呦喂！哇，完蛋！走着
蛇，然后蛇就那干嘛？对吧？没有人来找你玩啊，他就你怎么暗暗的？今天怎么没有灯？你不是都有灯吗？那萤火虫说没有啦，小事啦，忘了缴电费。换你们唱好不好？你们哦，1、2，大声唱。后来啊，那个萤火虫就是说再见的时候，然后后来那个旁边的那个他朋友就看那个蛇怎么走路怎么怪怪的这样子，走路怎么都直线这样子，然后那个蛇就说：“抱歉，我有脊椎侧弯。”好难哦。1、2、3，再怎么难过还是要欢乐一对。一起来。还是他县长。有一天啊，孔雀啊，他就说谁啊，萤火虫啊，我们一起去唱歌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唱歌一起去啊，我们唱歌就唱就孔雀啊就唱开始说开屏啊，结果突然就有人敲门，不好意思啊，我先收开屏费的那。太强的县长，永远是冠军。又换刘德华了。青蛙有2只，有一对青蛙夫妻啊，青蛙就跟他的老婆说，老婆，为什么你这个孩子怎么不像我，怎么像那个癞蛤蟆这样？结果他的老婆说，不好意思，在我们在一起之前，我整形过。其实我是癞蛤蟆，不是，你说他有去拉皮哦？为什么刚开始不像我，像癞蛤蟆？那个青蛙说，因为我在跟你在一起之前，我有整形过。你能不能讲第2次？好，不好笑，谢谢大家，谢谢。还有吗？没有了吧？快12点了。好，快12点了，好了，没有了。好，你上前记得拿小礼物，好。